逢返學上堂之前，我都發下願，決心今年不再重蹈覆轍下，定決心今年一定要公平、公正、公開地評分，堅持着我不會心軟。為何交功課的只有10個人，比去年還要少3個人？怎麼算明天要比分數？明天要比分數，又怎麼可以咁樣比分數？呢次真嘅不可以再逼佢瞓啦，我嘅心願會被當亂啦。呢次真嘅不可以再逼佢瞓啦，只好把分數相隨讓你念記。交不到功課佢就要重讀，交唔到功課我就要解歌。點解每次到最後都係我再難做？明天要交分數，但我真係想走路。我已經改咗10次規則，貼咗公告又再改過格式，可惜你哋依然當冇事發生，交得遲就遲，還問我可唔可以加分？呢次真嘅不可以再逼佢瞓啦，我嘅良心已經喊到沙啞。呢次真嘅不可以再逼佢瞓啦，今次一定要你自己面對啦。明天要交分數，明天要交分數，再唔交功課就真係冇